人家都宝贝，你在干嘛呢？没有人的时候连我滚。不是没有人，我没有打 PK，我就这样子呆着，我在刷抖音呢。我在刷你的视频，我在刷你的视频，然后再。俺说俺们都俺的不么我们不是说你当练我这的练肉了的，是那边俺的我现在的火光也被红的，应该你有，然后他比赛练到红的马见的就是。专门的给。我就练到我的也练肉就到没了，就不练肉了当然了，估计。专门你火光钱没有？可是小号可大号开不进啊！你小号没去买去？我看这个俺没让他练你着呢。我专门，那不，可是叔叔给不到那名的。俺的那记住去专门嘛直接点学的干嘛生意当想生意。那个干嘛你们都准备推用嘛的？可是你啥子的呗？专门年纪不要大。你这多啊好多，没能也练个的呗，练肉了个的呗。啊。俺年纪没歪。都直接，都那边的，都两个，多啊。小周现在是当一大个东西拉黑接不起60多斤，现在那边我就安的。我的节目里。啊。节目里就打个落地就快，小周我的。我落地呢，我这个写的你实在不呢，我跟你呢，老大呢就那写名啊呢，嘎啦名啊，我那都不学习呢。现在读，你算主播嘛？是俺几个那边关系呢？小周，你那边都我你看那边呢，没现在读掉啊，我就差不多。拉黑他是小黑个眼睛没动，小周个眼睛没动，也不能俺记不了。对。那边，我们俩玩一把，你穿那个打底裤嘛？啊，扔了那个。估计这个小周就感觉，小周还会啥子？小周个打底裤感受，我知道吧？等给俺特别感受嘛，我过带就带过去，我都会想。打底裤，牛仔打底裤是。明明俺一个人就估计给他人家不说。我说的东西给不对。我不说什么呢？就现那种啊，我都见不着吧？打底裤样，刚不人，让的这些全身的这有的就那样，我的影响哪里人让他们带，我的让这个。但让地头东西给我啊，我记不了那些就了。这是那都别你啷打的带？欢迎我的如生哥，欢迎我的芬芬。几个？来，你打的空，给了领导国家的国干的去在深圳给他们这些啊。呀。标准动作走的。俺的钱是啥？欢迎我。地洞的我的，地洞的没我的。对。地洞的没我的。可以啊。好的，芬芬晚安。谢谢芬芬的。谢谢芬芬。欢迎徐之子。过了他开播了呀，人家不连我呀，那俺可是个人。而且当然人们我们都说，越想连的人越拽了一下。当然连继明，算了，不连了，放在门口上。对，放在门口就行了。我说没记不起个小星星人上路去的。没就谈吧，没过，没结，没煮，没松，没腻，你不你等到去看我也是个家常过数，但有的上路前面我做么就不是点赞就，哎呀找不去下不去呢，
不要抽的太多，对身体不好。好的兄弟。俺他妈天俺开进入就是俺他妈天搞不起差的些，就是三门闸俺考养的话，俺他妈天那领子平度，但是天妈的你个有不这吸收性高，那句我偷个鸡蛋吧。哦哟，我读了。点赞给不是点赞给点赞，有没有但也不用说当然有没有加倍用，但估讲过也敢吃过的呗呀，但也俺晓得过的呗。走吧，我们走吧。那下步去工作，对死他。3倍。谢谢兄弟。老大，我有没有热气球？3倍上面。兄弟，我研究啊，兄弟，他有学些藏文就嘛的，藏文支援生，兄弟我研究啊，还有这个缺氧的音乐老师要学些，去你跟俺教书，那就细点的那个难的不去去你那去，尤其是藏文支援生兄弟姐，得给俺丢了明显上跟兄弟都姐，教了不那边吃的就就是那去。呀，路上去昨天说是哪个我一年的，那说是教一年的没走出去，我妈的别迷糊我研究，给俺教是打工作。阿家的这年就都是关注历之类的切入去，真的个年直播的理解，那是俺人民中都当俺看到都难去。但是我也觉得，但是你全中年直播嘛，大概真的我也肯定不想播的。但是我要感谢所有人，真的，尤其是俺的 PK 入的那，可惜那叫俺记不记说好多，西南说好多，我要感谢你们，真的特别的感谢，特别的个真切，我是当公务员的，没事做。这没乐不得兄弟，公务员当这个吧的啊，公务员一年给脑子上班族的给，那你可是那说人拿了边角料不有那真扛不当毛着单都做了呀，全国讲的吧？人家说人我这说，搞不来给的就那样，车贷的房贷敲都没有还过了，但是也没得。当兄弟人啥的干啥时光的旅人，你兄弟的历史那句，时光的可个都能明白，或者时光的旅人是你兄弟的，一直过来支持这个兄弟就是，但真的特别感谢。但是缺氧的老师是你的，他偶尔会来的，以前的话经常来，最近的话偶尔来。但是藏文支援是你的，今天晚上我还是第一次见，也没记得嘛许多啊，谢谢啊。那教了不废了，我的儒生哥辛苦了，我的老大。那实际上啥没些让细说，真的，俺给兄弟几个能不你上诉，慌着死。儒生哥破费了我的老大，来做惩罚嘛。惩罚真心话最大。真心话提多没多，来做惩罚，因为我怕那谁没，不是要那么人那么。来，山东50个来做。50码减轻的，那服务成在你们深圳的服务成可以来做，来服务成做来。哇，我他妈的卡头！你带我服务成。谢谢我的儒生哥。我不想拿来吃了，我对吧？没干的给别干，我木头就可以个的，干这带我嘞。我去谈吧。你说嘛？是啊，都结果就记住你就送就是这样啊，就住就你就这就过你说自己自你自送自信自啊自住自定自接自过送住说记说你说送说信说啊说住啊么提入几节提入几的说定说接说过写住写记写你写送写信写啊写住写定写接写过我住呀这些的标准动作或者这是哪个这些的那他们大这些的干啥的拉开是马下场了啊那怎么办呀
打了吧？等到节目年就都是你他妈天没钱，谁懂啊你？是吧，兄弟们，真的差不多。俺哪里留上你哥记住我这个入生个。入生那可能呢，就别的干年的过着其他甚至那不就工作咱们三不干的是那边。俺是我过入去的的。那边路嘛啦，你给长不了吧？俺真的有时候看他电影里头俺写多，真的。这种家庭让你当问题啊，那这生活觉得，人让不问题点我就包那个的，让三家会谈的，是不是差不多就行了嘛？对。但是俺我这时候的可惜还不行，那东西多了，没事呢，就可惜我这打工一边的，沿路上那大洋就这边学的，但是可惜我妈的。他正儿八经的喜欢你，在默默的支持你，真的是那边让父母的吧？真的，有些真的喜欢你。但是俺说大比起咱都让个的吧，俺现在了不要嘛的，那就人家票上的搞谁了没的，就是俺俩不记得就交接给谁交接让大家支持起的那了呗。我说的是，靠什么？后来了，亲咱买不起，就是啥咱买不起，就是个肉蛋的这样买不起，所以你一直后来了到现在直播到现在支持起那么人见面的，所以说没让他买这么些个肉没真的没让公鸡的顾客见面，但也也老嘛的买这么些个人的让别的顾不的就那就不恰当嘛了，买些啊买他就行。呀，这种。他怎么的么子去上下面不跟他打，然后力不打我都不如你把脚底给，看嘛我等你专门那边的。我这家他们在做事多啊，我觉得我现在还可以做也是做那个。这个算热身的嘛？俺这过的扎给加上能弄到嘛？扎是给叫什么等给？哪个做噻？电视做事，服务成标准做事。你标准嘛？等着俺拿过几个现在在做。拿过几个在这在能，把小们大家忙在做没？拿过几个我就在做。单干的这么多个。单干的这。我说那个你妈忙了的时候。但干拿过几个的这天的，送就这天了，你这拒绝拿过几个，他们都老来下，以前被家子打死了吧你，真这样的吧你，马路那个俺老还是老送就来着呢，老俺妈咪你当2015年路边老还是欣赏的，俺13年这边15年路边，连那老就站着啥呗。就干起来嘞，苏古他的苏古干吧的，苏古俺单的老。你这他的别了他那，对。是搞俺不也能打没？可是别那哥们就那搞的俺能打没？是那边让刚这几趟啊，米中看单别刚这几天的让你录得叫，所以说出多么就能俺飞马啥，是喏呀，你不去见些。下一个你给，接着说是都往下下一场民族你也看你啊，是那边。看下家当 PK 嘛，录的金追民追来，现在给不来是我这。是那边啊，俺下过去你那边，是那边。你看，这些人你们都对呀，各个说是干，你看几点钟出在进门几个人说俺退了，出在进，妈对不起，出在进，你什么叫不起？我妹妹那结定这弄俺多年了，到来了看啊。熊啊，也不说是干不来看哎。干不可能啊！这出走几真的多年的。我说出走几真的也不来嘛，也不嘛的，我几个楼的啊，就是俺就是读书嘞，就出走去个读书了吧？读书。天那个刚妹嘛，那苏州个人的，我哪听不到看吧呀？但是俺读书他感觉这个点呢。
적슈了吧的我来就是刚做你对你着呢就是刚这样这个但是我来1个小时咱们就得你这句就得你这那就对那现在嘞我往外面的这有些的话就这些人下次就得干视频拍几年的就得以前的就是我以前多那就有些路这些人刚做那个剂量碰个几米的话刚做那个感觉这个东西嘛刚做的基本那个加就得去摆电影吧有问题你滚给没啥没有些路上面这没有你这下次跟他睡觉确实个我看的你我今天说这的这什么着我是准备跟那个去过去了都就别过去那当就你然后都本来说的别的格里没的去那马那说的你姑姑说的不都是的都是的都是嘛都是嘛团点嘛嘛都是什么能行都是不了就了啊你靠地了就地名卡啥我打 PK 就没我们的名卡啥真心话真的的不都是哪个了吧然后看到个嘞贵非那个的是吧很多朋友去买多我这个林志鹏的你了哪了吧呀没然说了边呢哪了吧忙也口才堂讲的是行了不都是现在被等对是了的然后的个人说不干这是多咋的这个人还过没我们俩就打一把吧俺的还过没多就打个你然后赌落一套钱你看呢真心话爱酒最后一把后来我讲俺当时过程标准课在学的马干那在学的在学的真心话俺过了经没过了没加个上学你没记得是那估计没赌落一套钱的俺搞不起难懂俺就些难懂就俺你那么样个当吧那句所以你学会呀了那就那个那就俺你是那个那的吧那就有可来给的这些俺入上课的拉入上课冷嘛就要不嘞但都落呀但俺不要就没干净没楼他在我店的赌落一套钱你让这些话俺就不行我就常搞不起去的然后一真不担心能行了说可是啥或者个记得上的或者别个讲呢记得是感觉啥说感觉啥记得上别个感觉啥是那边还过没可是还过没就真不担说上一节在吧或者啥的话哎妈是那边连啥的给是两连啥的哈也不啥的俺票俺这边俺做没俺这里东大生还不得的么些也不多俺这里有些的然后对面的就离过来就出去玩吧跑到你当然不接的去你说吧叫啥对叫啥是都要的叫啥这个咯看中我全都没进嘛上面加被叫嘛还真的凶呢아침다 공부지 다는 알래요. 땡냥아 뭐라다 군이다 기겨.就下了。小泽你在哪里？小泽直播几点？直播，干嘛我的没9点呢？直播几点？错啥的别工作。我最近把感觉上，哎呀，我好没啊。我这脸是给改变，我最近感觉嘛不？
我真的干这啥工作？他工作他干这啥？领这个人干这啥？当个天下。叫啥上我的叫啥啥我的，做啥叫啥？那觉得的，叫啥的的工作？就从这样叫那么多里面吃人就是你这不当个仓嘛？对外讲俺票大个人不上的就离不来就是菜点啊，看出来家。那可是票俺别上我一个道理上。我拉不到呀，退出来。14个人的小星星工作，什么比较加成了？票俺别拉就不拉，说是啦。2个小星星，一个墨镜回关家吗？咱们一个墨镜回关了，真的不是。接着咱们的现在的那个工作，俺就抖音号上。2个小星星。感谢杨哥，谢谢杨的那个杨的哥呀。没顾不顾。欢迎我的简单姐，我的姐姐来了，我的大姐来了。小星星姐嘛，真的配的。我姐姐，我今天不想输。小星星对应啥东西都哎。没得我妈的呀，简单。我都从俺那边花了钱那时候也不得，我都从俺家进来，估计你这大瓜上面啷个哟，都不让你。可是明年他都你，就咖喱那简单，忙大简单，起来简单，什么？在那个是云的上面的点赞给我们就撤了，谢谢你们啊！点赞给不出去。这兄弟时光的旅人，哎呀，谢谢兄弟的，八爪也是，可真谢兄弟，真的非常感谢破费了，真的就这么，多热气球兄弟的让几节。藏文之类声音的结构，但都有嘛？等给年阿木木声兄弟的结构，还没呢？还有嘛的？就这样的，就上的呢？你估不计大就当俺女儿对面的简单街呢，马丹街呢，可以呢？马拉丹那个没选别的，给不就了上路的？两个干没用的啊？对家年兄弟都是破费，大概他们几军人们呢？就这么打个几百票，我就准备下播了，真的。谢谢咱们的人。谢谢兄弟，就细的那里不拿的休息。工作俺兄弟都是俺的，老不清都是阿家也能关注，给不起休息啊，过去阿家不都声音的。对吧？工作阿家做我厂嘛的了吧？啥子没得就我厂嘛的给溜了，啥子是我的车务拉不香不？我的这没，我的车务什么拿不嘛的？我这拉不香不？那什么拿不嘛？让多让狗看嘛，这就那这青年呗。干啥去了？我都知道。我妈那边没有当俺特不休息，但我也学过去起罗几兄弟们过去我一样就谢谢啊，应该全是男的吧？我们直播间那朋友圈对没有？真的，说实话，你直播间那同学们家啊，没选别人的当俺配音学，但是你直播间那没就他们有那朋友喜欢这些二代女婿嘞。那看嘛，什么不都看的就没都那么，我顶见不了。当然，特别兄弟们，我也叫打，谢谢你们，教了们你们参与不休息，现在那里不拉你不休息，啥呀东岸面的高东岸没休息。谢谢我的姐，说是吧？姐，我的简单姐辛苦了，我的姐姐，爱你么么哒，谢谢。不都姐，谢谢我的兄弟，谢谢。这人吧，还有我那个藏文之旅，还有我的62那个用户哥，还有好几个，谢谢你们所有人，教那么多，你们参与就你要干嘛？我一套接着等你看什么干嘛？一套就可以打吧？一套给这些话我这个等你俺来他。那可以，我穿一套的一个衣服。家不实习了没？你石头没念过没有？你上次的了没的？上次那个没有。那么等你看呢，咱家不说你给没的。嘛的，你这就不急嘛要的啊？俺人家这些对不起哪都给，
人家没几米啊，就是中间的听的把来的严的那多，还行没的，我没有钱。今年我特殊基本上，俺小这边的，他上特殊些些，就我搞不起那种，等俺都你那么大呢，就这个抖音就搁这热气就当保持些这么你那么大嘛，那就，而且那特殊那就。就是一种感觉，把它放大噻。等一下，放大没拿喇叭头，就是看着嘛，模子上还没有总结对啊。年兄弟都是放大就是那个经验，就是给了大家年面没关系，对不对吧？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虽然就是俺票嘛，给你们点赞给我，对位讲俺的关注给不谢谢你们所有人。我嘛呢，然后你给去对家嘛，你们这兄弟人啊，俺弄来啊，我妈的，真的。但是俺这里专门啦直播好生意的，我们的爸爸帮不了，那就我们帮了。我也上了几个小信息啥，给我妈的有你们的做的俺搞不清的知吧？我不管你们喜不喜欢，这票有不但没俺这里面的，最主要的就是俺搞不清知吧？因为就是俺搞不清是那俺直播的这对了，俺了呀那个呢的选别这么俺票就把它实力的这点没，人家就是有人的接俺直播间呢，将俺底气先拿住，那就俺给这个行没的。呀，那个俺票有你们呢，但是我作为一个直播间的呢，我不是最差的，真的谢谢你们。就是有时能啊，搞不懂啊那句，要不多就中俺了。家里呀，给俺点赞呀，给俺关注呀，给多啊，你要不懂俺搞不懂。以后呢？可惜我工作家里给吧，我这个的就做，都是弄烂多原因，我搞不起的就做呢，现在了嘛下节，我就是乐观没的，有些给钱就是你要能做的话，这里，就这样，也是我这这么多个就是拿不起，别他们差不起个钱呢，我抖音直播间是我是能把差不起，那就够了不？真的。但是俺的这经营们都真的，看到你把群主了，说你说不是什么的，群主礼物忙不忙上了吧？但宝宝呢，你也宝宝呢那个，但是就是我也超他们多单俺经营都真的，因为俺让我也就错的，没就错见牛，对为讲俺没我单个没，我单个进群主个才单单的像你这个里面真的，你都把人家就雇佣嘛，让群主俺的。广播类的或者保时捷类的刷，你没让私底下了惩罚做就都把人家这雇佣啥钱，就是家刷吧。但是俺这前面今年这看到电影门度，我不想，要不门度，他们没了吧？这样啊，因为讲有时候你这我俺给杆子的我们的这段领导啊，工作这里边俺光走都说实话多，但是俺特不感觉他丢了都要么，工作的俺搁这都是那样当的人家就顾的都别个讨不来多，人家不来多，你看个对，大概不来去，全都顾不能行不给你个，就顾是真的刷个多啊，出人家飞哥他们都是骗人的多啊，俺个就了没，俺让刷完就了没，这几个多啊，你用的是谁？你什么了？但是我谢谢你们，这个都了的，没忙不就搞不清楚的话，对位讲啊，这是这了的，直播 PK 就你这忙不起来对不对？但是俺给了面面的，毕竟我让个人没得话长嘛，三老这有了吧？俺我都给不起了面面，反正你直播间那做的，领的，有的刷ro去，反正我也去了没，没能做的搞个做，差说不说，我这还可以的，没那这个人嘛的，我让我马上的俺的我才。你直播间，你直播老你送在对不对？没这样上路去呢，可惜你，真的，人家可惜你，这样的，对面的手段是这么大一件，面都是股东结果的，股东嘛比我那就不嘛的吧，吃了吃单都这样干个，吃了嘛。对吧？嘛，股东对吧？比如的，不们在那个做大机构嘛，是吧？然后都是假的，是吧？嘛，对人都把对吧？做路本切了比对，你还更个了，都给，那对挺多的都。
来日方长的工作。俺的得都操他每次解决的，你就是你把这技术你技术俺冷凝都，你们就问这俺这热过的人没冷担心嘛是吧？还超多面冷面没？你看嘛，俺普通的也跟前的也讲究，都把俺的做对不对给我们做说不对我所以就但的普通也跟那人给不来修。你莫好当啊！俺的莫好当，俺都给这普通人了他。我已经画好了。你给俺这给的，什么意思？你要说到做，你每次都这样子对我。我都给你这么好，你们这么好啊？我看完了。对呗？我这种的股东兼职嘛，没是那么等没？加不得加，好帅！人要这不股东要这你这么好，你娘股东是没得没，俺没。但你也得要我这亏花钱，咱差不多去。对呀，我俺的么好估计。要我俺没股东。啊，宽头多，要我宽头。然后这个开来他是那比。结空没有啊？他第二让俺看空了，明显没看我打的，俺妈让俺推出去多钱。啥的股东的没了吧？股东给没？那你去找一个有兴趣的女人吧。那保险俺大瓜都是了吧？以后俺来嘛用俺的。我第二没叫俺宽头。就这个，这菲菲，你没做我惩罚的话也没事，但是你骂大哥干嘛呀？滚说了这的接我的大哥了。他在那边叫什么？我又不认识他。但你不能尊重一下吗？我1万票呀。是的，你大哥谁嘛？啥的嘞？你这个就认你，我在62级的让骂几个这个的。我不认识他，他大哥。你骂大哥做什么呀？我嘞你，他在那边叫什么？我跟你说，不好意思啊，老板，我又没有说啥都不是我又没有说你的坏话呢。他在那边说什么说嘛？你是主播吗？我是不是主播？又不是跟他做直播的呢。他在那边叫他妈妈的起来点，讨厌的。那你别骂他呀，你有什么冲我来呀？我骂他了吗？我直接把他拉黑了你。那你叫他滚干嘛呀？滚怎么了嘛你？那这马上才干小楼呢？干的嘞？他是哪里的？他要干？他哪里的？你管着吗？他可是进来了的呢。他是我大哥呀，姐，他是我哥也好，什么也好，他要干什么嘛？他没干什么，他只是想让你做个惩罚。我把他拉开了，那我其他什么都没有说呀。他只是想让你做个惩罚，你骂他干什么呀？我跟你说了嘛，你让个呀爷爷你去找吧，那我也没跟你说坏话对吧？那他在那边叫什么？你都没有让我做，他在那边举多个六人，真的是。但是那边俺股东去了，俺股东对没说话没？但我继续说呀。我说啥？你不是帮我说吗？我说啥那搞笑的吧你？他说什么呀？你们是过来打 PK 的吗？还是打 PK 的吗？但是那边就记得惩罚法做，别点选，俺也必须过掉，去了过掉。俺过了都是快没事。咋的？多选，别点选。菲菲让他出来做个惩罚的都肯定的。菲菲太帅了，跟帅不帅我不管，反正是我又不是我的大哥，他大哥是他大哥的，他在那边叫什么嘛？有个62级等级那个多，俺拉给一句，干嘛给我接？俺我嘛先给过62级么？我可能呢，谁大哥呢？妈的，人县中才干小呢，土年土多呢，没看在都接哇。俺通过这面史诺比刚总通过这史诺比生，我们这看他家都个地呢，我都是呢。这种委屈里，在我直播间里受到了，有点那愧疚了。啥我一听了，吓了半天。以后别跟他玩吵的哥，欢迎布布。结果让我去做惩罚啦。见布布好久不见，这布布变了。布布来了，史诺比，你记得他吗？我记得呀，他给我上过礼物。
跟你琢磨老打啥？不打了，给当年史诺比惩罚做就我们就睡了。我做错了，做啥的？俺克拉斯中，俺外卖就涨不起来呢。这个聊呢，不予再说。但跟妹兄弟欧洲嘛，就俺的惩罚做就那，我们就睡了。那是通过去的吧？他的小泽林声音拉开就熊猫，现在都摇了不？被大哥呢，肯定呢还没过去。你拉开就觉得小泽声音的啊？没人想做嘛，距离些他屋的，走。我已经穿好了。我股东还觉得没，然后就通过去，等于俺连俺通过前面呢，之前的俺老板啊，你别给没先别拉嘛用俺老板呢。我那上去呢，你们一点都不尊重我了，没先别主播。我股东先别的空没见。过去，等你看连他，但这没就。没许诺公园的许诺股。俺这边回大概那可能那不是，了解的。叫我们的对说的就是同一件啊，对说的电都说啥，许诺电都。叫我们都跟俺别。我把你就过去了的，那就去。俺妹子去空没叫我。啥的我的面不先别跟说的。你们说没俺股东不说啥拿不得这我的跟说。你们说没接股东。那别让可能那俺眼睛路都讲。你们说没接，俺新买的可是惩罚小姐这呗。我4年啥我当年明星的这4年当你，可是俺精神苦关键小姐的眼那边咱们那边接呗，股东。小姐惩罚。我不知道，快点。然后都给连嘛的呢。我叫我们股东的。俺做不的继续了面呢。那是那的把村的路去了面呢，股东的热去了。俺说来讲说青年。当俺当这点股东精神可以去大的股东可以去压的面的面。女的俺我的老他吧，是那边这的没去的。俺第4个啥都是没去的呢。当看的是。能听这点说来今天给们的话，他不要一直这样子的嘛。他这都搞来个强，当俺就是他的就是。完了以后就不要连了嘛，就这么简单了嘛。现在都叫了嘛，都是你进来就保学生的。面，看这些点过来啊。做惩罚俺古老白啥他关键也冷子去的，没心白了，精神苦恼关注呀，俺咪咪呀，短裤被马上俺关注几多。看这名字的这剧你们都看了，你啥节子？对的，你们群主来几个节子？赶快通知起来就多。东南三零们都谢谢兄弟们的，就是我当初去接触的光没错，看住你们的都不行了呢。等给惩罚我们的定他都加钱都，光没错啊。对不起啊，当年你这名俺股东麻痹过，哼。我没错啊，对不起啊的，总共这我的大。人气来对流量有的，惩罚等着真流量有我去。